各位中國旅遊嘅讀者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國旅遊嘅副總編輯一哥陳一年。今日我寫嘅潮語呢係萬事都篤。一哥啊，我想問你估下咧，篤係一個咩字啊？英文咯。你估佢點解啊？呢句嘢應該係我真係唔知。其實篤呢個字咧係 hip hop 界咧常用嘅字眼嚟嘅，咁意思都係好勁啊，好有型咁樣啦。而喺2025年嘅年尾咧，有位網絡紅人 Brian 就喺一個網上節目入邊用篤嚟形容燒鵝好食嘅程度，咁加上佢嘅表情啦同埋語氣啦，令到啲網民咧就覺得佢形容得好傳神，咁所以網上咧就興起咗模仿佢嘅語氣同埋用字咧去講嘢啦。咁所以呢個咧就成為咗上年香港其中一個嘅新潮語。我代表中國旅遊祝大家今年萬事都篤。